立法院若被兩黨聯手，甲國防特別條例甲伊裁掉4700億預算。國防部表示，講這會去影響到咱台灣無法度做40公里以上的飛彈哪查網，而且彈藥的庫存無到120天，真緊就會失去作戰的能力。另外，咱甲美國買海馬斯火箭系統頭期款大約8億，5月30日就會到期。不過，立法院到今攏還未通過預算案。國防部是打算後禮拜就要去立法院來報告，爭取看敢會當趕緊行動之。無人機作為國軍的新興戰力，國防部原本要透過1.25兆特別預算，採購無人載具 AI 系統整合，按過立法院間來通過7800億，在野人手三度火箭上再來4700億。國防部10時對外說明，互國防戰力出現缺口，三大部分包含強攻飛彈、濱海攻擊等無人機、無人艇、可攜式無人機反制系統，只管決策是提到 AI 輔助，部隊各自套件台灣戰術網絡，另外彈藥、機動作戰器材。負責戰場偵索的瑞星、智星等多種的無人機也被封殺，在野國三度台美共同研發甲採購合作。沒有演，沒有，然後也沒有充分的營養。那即便是拳腳的部分，這個也是一樣，這個腳趾頭、手指頭，這個各斷了很多個部分，其實不是過了62%，它對戰力的打擊是沒有辦法估計的。預算三度增加，國防部表示無法度建立40公里以上空戰的飛彈哪查網，影響台灣自盾的建構。甲面臨中共海空封鎖，咱的彈藥存量無到120天，可會失去作戰的持續力。行政院長杜榮泰提出再檢討方案，要補助4700億空棒。是否再提特別預算？是否追加預算？或是採行擴大年度預算規模的各種方式？在符合憲法及預算法的規定之下，我們盡速的回應。在一般預算裡面，有一些計劃性預算，可以跨年度的預算來去培植我國的國防產業鏈。行政院不論是應用哪一種因應方式，都能夠跟國會做完整的說明。針對海馬斯多工會前第一期的錢8億，30億特別到期，按過立法院目前也無通過預算案，時間緊張，面臨促銷。我們會盡速協調，請院長帶着我們國防部到立法院去實施一個這個專案報告。之後，我們會編制我們的預算書，會先呈報到行政院這個地方來審查。陳文清表示，要並月底完成復籍，在檢核情形之下向其完成報告，並且預算書經過正義審查隊申請動議，有必檢視應變方案。記者綜合報道。